仙人拍鼓有时错，骹步打叉啥人无？就有一个姓刘的网友买一罐做生理用的红豆罐头，无想到讲一个开开了后，内底毋是红豆，拢全绿豆，嘛，互伊当场看甲讲去。相片一个抛上网络，互真侪网友拢笑甲要变过，讲红豆变绿豆，敢若是人参变菜头。做罐头业者嘛进一步解说，原来是迄一天工作人员一时无用四角擦，打唔到漂头。 3.4公斤重的红豆罐头，一个拍开就随片着红豆的香味，用汤匙落去敲，红豆逐粒拢真把人。不过民众要同款的罐头拍开了后，红豆煞变做绿豆。民众把相片抛去网络，写讲敢讲食骗伊无食过红豆，网友看到拢笑甲变过，讲红豆要互食掉啊，所以惊甲变做绿豆。红豆浸伤久退色尔啦，红豆还未到分，滴青色无爱红豆，买着特别版的，还有网友用流行歌来甲笑。 明明就是红豆，那时候打开是绿豆，就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觉得蛮扯的啊，就吃绿豆吧，反正我觉得吃起来差不多。按照罐头顶的写的字迹，找到生产罐头的厂商，专门生产浓缩的果汁、糖浆、果子酱，还有民众买到的豆仔类的罐头。不过明明买的是红豆，拍开哪会变做绿豆？业者解释讲是包装打唔对去。我们的产品是属于数量比较少，但是种类比较多，所以我们是采用人工贴标，应该是现场员工在贴标的时候忙中有错，会加强我们的这个员工训练。 一罐红豆罐头，一罐的价销加税是231块。业者讲因无接到民众的反应，强调民众若是买到有问题的产品，会使甲因讲，拢会当退货换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